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陳欣俊。今日我哋繼續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今朝天氣都涼涼地㗎。今朝早市區嘅氣温下降至到係15度左右。由於天朗氣清再加上風勢比較弱，內陸地區嘅降温比較快，新界部分地區甚至下降至到係12度或者以下添㗎。喺衛星雲圖上面我哋亦都見到受住乾燥季候風嘅影響，廣東地區嘅雲量唔算太多嘅啫。天氣亦都係非常乾燥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現正生效緊，大家記得要注意保濕喎。我哋預測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大致天晴，朝頭早天氣清涼，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概會去到22度左右，風會係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我哋預計未來嘅一兩日季候風會繼續影響住華南地區㗎，天色將會普遍晴朗。去到週末期間隨住季候風緩和，廣東地區嘅氣温亦都會回升。所以我哋預計香港嚟講未來嘅一兩日朝頭早仍然都係清涼㗎，會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週末期間氣温將會回升去到下個禮拜嘅初至中期日間天氣甚至係相當温暖㗎。各位記得要留意啦。今朝嘅天氣睇到呢度，下次見。